上主上帝将迄个人下伫爱地园，来种做固守。上主上帝吩咐迄个人讲：园内逐号树的果子通随意来食，总是分别好歹的树，伊的果子毋通食，因为食的你得较死。第3章第1节。上主上帝所造山野一切的画面，蛇比因较高强。蛇对妇人人讲：上帝兼有影讲园内一切的树，恁拢毋通食嘛。妇人对蛇讲：园内树内的果子，阮通食，只有园中迄丛树的果子，上帝捌讲，恁毋通食伊，也毋通摸，惊了会死。蛇对妇人人讲：恁无得较会死。第5节，因为上帝知，恁食的恁的目睭就会开，恁要亲像上帝，会分辨好歹。妇人人看迄丛树好食，也甲目，佮迄丛树是通欣目，互人有智慧，就挽伊的果子食伊，说互伊的丈夫，伊也食伊。因两人的目睭就开，即知因是脱北体，像比无法过晓为家己做群。日亮亮的时，上主上帝行游伫园内，因看见伊的声，迄人甲伊的妇人人就密伫园内的树中，来相瞥耶和华上帝的面。上主上帝叫迄人对伊讲：你伫倒落？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伊的题目是“罪的引诱”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毋知影咱有安尼经验无？就是咱真无容易，鼓舞勇气，甲咱的亲人朋友传福音了后，定定得到的一句话就是：哎呀，信啥拢共款啦，反正宗教拢是劝人做好的。别人安尼一应，咱嘛毋知要讲啥。但是基督教信仰敢是干那劝人做好？若是安尼，伊甲其他的宗教就无啥物差别，也无特别爱去信伊的理由。因为咱只要努力做一个好人，就免需要宗教嘛。但是基督信仰第一强调，毋是咱爱做到偌好，反倒是提醒咱爱去看见家己的歹，甲看见家己的不足。因为咱拢上清楚咱的内心，咱会当尽力做较好，咱会当维持表面，互人真欣赏的外表。但是内心上黑暗，咱想要去暗藏的迄块，较不时伫刺插咱，互咱毋知影讲，咱到底是要哪来诚做是一个好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基督信仰甲其他宗教无共款的所在。伊互咱知影讲，我不足，我无够气力，所以我需要一个更较悬的气力来帮助我，并且即个气力毋是悬悬坐伫天顶。需要咱卑微委屈来恳求伊，来下死稳定互咱。即个宇宙万物的创造主，伊带念咱的软弱，知影咱需要亲目有看见，所以伊诚做人来到即个世界，来诚做咱的朋友，诚做咱的兄弟。最后，佫用家己的性命、留家己的血，来献上永远的赎罪祭，替咱赎罪，互咱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所以信耶稣的人，毋是讲咱会比无信耶稣的人较好，因为咱四周围，咱嘛有真侪朋友，因虽然无信耶稣，但是因较比咱所认捌的基督徒佫较好，佫较会晓替人想，付出佫较侪的物件。但是信耶稣会比其他做宗教佫较幸福，因为咱毋免甲人比较讲谁的品格较好，咱只要做一项代志。就是咱爱谦卑领受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，并且活出信靠耶稣不断和稳定来改变的生活。所以伫进入即个大斋节期，咱会经课表，互咱一段关系人类即个上起头的罪的经文。所以，毋茫讲咱会当照着灵性的操练，搁一摆看见家己的罪，看见家己需要耶稣。但是，什么叫做大斋节期？什么叫做节期、节期？咱可能较知影什么是受难周，什么是大降节，
但是咱对其他的节期就较生分。但是咱若明白节期的意义，就会当帮助咱的生活甲信仰是有一个结连的。因为咱教会的节期，毋是对年初1月1号开始算的，教会节期是对耶稣基督的出世，就是大降节。耶稣基督出世进前会安的日子开始算，就是希望讲咱的信徒会当对耶稣的出世，然后照耶稣的生平来操练咱家己的属灵生活。咱若用这经文来灵修，就会当感受到讲信仰毋是离咱真远的距离。安尼大斋节期到底是甚物呢？伊甲回教的斋戒月也是开斋节是无共款的。大斋节期是纪念耶稣伫旷野40天受试探，所以头拄仔咱的启应文就是耶稣伫旷野受试探的经文。所以大斋节期就是纪念耶稣40天受试探，然后鼓励咱的信徒会当伫即个期间安排禁食、默想，也是自我反省，透过这属灵的操练来换新咱的灵命。另外，大斋节期的计算是安怎算呢？伊是国外节前算40天的时间，但是无包括主日的时间。亲像今年的国外节是4月初9，前算40天的拜三就是2月22号。2月22号迄个拜三叫做圣灰礼拜三，也是撒灰节。然后对迄个拜三到国外节的前一天就是大斋节期。虽然即马已经进入大斋节期。伫即个期间，信徒会用一寡方式来操练，亲像禁食，也是减少消费，也是放下咱过去一寡习惯。譬如讲，有人就讲我这40天我无要啉咖啡啊。另外，咱现代人嘛有用一寡方式，亲像会伫即个期间禁止啉珍珠奶茶，禁止食鸡排，也是禁止家己耍手机。无论什么款的方式，就是希望讲咱会当伫这40天的内面。会当安静咱家己的内心的混乱，会当转来创造咱的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今仔日咱来看这段，就是罪的起源的安尼一段经文。今仔日这段是创世纪第2章，咱非常的熟，就是关系上帝的创造。对第1节到第14节，拢是伫讲上帝创造万物，上帝创造人类，甲一个爱甸园。包括爱甸园内面的迄丛活命的树，甲迄丛分别好歹的树。虽然伫第2章咱无伫遐，上帝无特别伫遐讲啥物，但是伫第1章的内面，上帝看伊所创造的一切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满意。但是伫第3章的第1节较出现一句话，伫遐讲上帝所造山野一切的活物，蛇是比因较规巧。无想到蛇嘛是上帝创造美好创造的一部分呢。但是伫遮为虾米有狡猾这2字出现呢？咱听到狡猾，咱会感觉是歹是罪。但是这段经文毋是讲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拢是好吗？伫遮出现狡猾，敢讲上帝创造嘛有歹的部分吗？伫华语的狡猾会互咱产生一个真负面的想法，但是伫即个犹太人的塔勒姆较解说，列比解说讲，即个字有灵巧、精明、通达的意思。原来狡猾甲精明、灵巧、通达是同一字呢。但是咱会感觉讲，哪有遐大的差别呢？差别在伫倒位？差别就是在伫讲，咱敢有尊敬上帝做主。咱看即尾蛇真灵巧、真精明，甚至伊佫会当讲话，但是伊无用上帝予伊的恩赐去服侍上帝，反倒用伊的即个狡猾来引诱夏娃去质疑上帝。所以伫遮咱看见讲，即个蛇安尼讲。即个蛇讲，上帝敢有影讲园内一切树，恁拢毋通食吗？即个蛇用一个检视，上帝敢是安尼讲？咱来比较第2章，上帝对亚当所讲的话。伫遐亚当讲，园内逐棵树的果子，
通随意来食，总是分别好歹的手，伊的果子毋通食，因为食的日你的确死。这两段话放做伙，咱看见上帝互人有自由选择，通随意去食。任何你想要食的果子，甚至包括迄丛活命树的果子，你嘛会当食呢。但是只有即丛分别好歹的树，你是袂当食的。所以咱看见上帝并无亲像蛇所讲的，一切的树恁拢毋通食。但是咱看见蛇挑工用听起来，敢若是安尼，敢毋是安尼的问句来动摇人的意念，互人开始怀疑上帝的话。人听了的反应咧，其实上好就是越头离开，因为上帝根本毋是安尼讲嘛。但是人真好辩论，佫想讲家己会赢，较毋知影讲是一步一步踏入去迄个陷阱。夏娃安怎回答即尾蛇？夏娃讲：园内树里的果子阮通食，只有园中迄丛树的果子，上帝捌讲，恁毋通食伊，嘛毋通摸，惊了会死。夏娃敢有完全来重现上帝的话？无。因为上帝无讲，迄丛分别好歹的树的果子毋通摸。上帝敢若讲毋通食，所以这嘛互咱看见，伫引诱的下面，人开始会去修改上帝的话。蛇第二摆、第二次的处置，伊讲：恁无的确会死，因为上帝知，恁食的日，恁的目睭会开，恁会亲像上帝会分别好歹。咱看到蛇搁一摆用无确定的讲法，恁无的确会死，你们不一定会死哦。但是上帝敢是安尼讲？上帝讲，恁若食一定会死。所以咱看蛇不但是修改上帝的话，并且伊是公然伫遐来质疑，伫遐来反抗上帝的命令。毋过蛇真正容易伫即句话来显明出来。恁食的日，恁的目睭就会开，恁会亲像上帝分别好歹。伫还未真深入认捌信仰进前，我拢会想，我若是会当分别好歹，安尼毋是真好吗？为什么上帝要禁止人食即个分别好歹的果子呢？但是当我哪捌上帝，当我哪捌即个信仰，我就知影问题毋是出在伫分别好歹，问题出在伫无听上帝的话。因为当咱若去听上帝的话，当咱若去行上帝的话，上帝就会帮助咱分别好歹。但是即个蛇伊的用意是啥？就是要互人认为讲我会当亲像上帝，我会当亲像上帝一讲话代志就成。我会当亲像上帝遐尔有气力，我会当亲像上帝遐尔有权柄。所以即尾蛇伫引诱人讲：恁若亲像蛇，恁就会当分别好歹，恁就会当亲像上帝，恁就会当脱离上帝，恁就会当独立啊！当人想要亲像上帝，原本甲上帝迄个真美好、单纯、全然倚靠的关系就无去啊。当人想要亲像上帝，就会骄傲到认为只有家己的想法、甲做法才是正确的。当人想要做上帝，就是将家己看作是一个偶像，认为创造伊的上帝不过是会当使用的一个工具。但是咱无想讲上帝禁止咱食迄个分别好歹的果子，就是爱咱诚做是一个戆人，毋知安怎分别好歹。上帝禁止人食，是因为伊无爱咱去倚靠咱家己肉体的需要，去倚靠咱目睭的需要，去倚靠咱人生的骄傲来分别。因为这物件一定会带咱行往一个绝望。但是上帝已经有互咱分别好歹的一个基础是甚物？就是真理。当咱倚靠真理，当咱听叹上帝，就会当行伫上帝的道路。所以夏娃诚做咱的一个境界。伊
听即个蛇讲完，佮看迄丛树的果子足水的，看起来足好食的，佮会当互人亲像上帝。咱看见，遮拢是肉体，拢是目睭的私欲，拢是伊家己的骄傲，然后伊就挽落来食，并且嘛交互伫伊身躯边的亚当来食。咱看见亚当伊对头到尾徛伫边仔，伊不但无甲夏娃做伙来突破即个蛇的白十话，伊家己嘛陷到即个罪的陷阱。兄弟姊妹，圣经的作者用安尼的方式来提醒咱，咱人会活甲遐尔痛苦，就是咱毋愿意听上帝的话。虽然咱的狡猾甲咱的灵巧拢是上帝的创造，但是当咱无去尊敬上帝的主权，灵巧嘛会成做罪的起源。就亲像伫创世纪11章巴别塔的故事嘛是安尼。上帝互人有智慧，上帝互人有物件会当去做建材，但是人的心骄傲，内心所想的就是要起一座塔，会当通到上帝大的所在。所以咱看见这是人的骄傲。当人想要批评上帝，灵巧就成做犯罪的工具。所以咱看见后来这座塔嘛是失败收山。搁来咱看见，当亚当甲夏娃因两个人食即个果子了后，真正的呢，亲像蛇所讲的，因无死呢，并且因两个人的目睭拢开啊呢。所以咱知影有当时啊，这白插话会互咱感觉讲，敢若是真的，但是咱也有智慧去分别。而且目睭开是非常口说的讲法，因为这两个人因目睭开，第一个分别的好歹，竟然是看见家己甲蛇共款，拢是光溜溜的烫目体。这个烫目体的希伯来文，甲他拄仔的狡猾的希伯来文发音是差不多。所以我相信，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因伫听这段故事，也是伫读这段故事的时，因会比咱搁较明白。啊，原来人若无听上帝的话，犯罪了后，嘛是甲蛇共款，是遐尔不堪，是遐尔歹的一个狡猾者。原来咱拢知影，上帝创造人的时，人是无穿衫的，但是人袂感觉见笑。因为无穿衫毋是歹，但是罪带来破坏，互人甲人中间无法度来坦诚，罪就出现。所以这两个人紧找即个无花果树的叶仔，便来做裙来穿，来暗藏因的身躯。但是咱看见上严重的就是罪也破坏人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当上帝来找因两个人密起来，毋敢甲上帝面对面。上帝伫遐出声讲：“你伫倒落？”上帝安尼问，当然毋是讲伊毋知影人密伫倒，上帝当然知影。但是上帝问讲：“你伫倒落？”是希望讲人会当主动认罪。亲像囡仔做毋着代志，爸爸妈妈拢会问讲：“你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啊？”当然，爸母拢知影即个囡仔是出什么包，但是会安尼问，就是望囡仔会认错，会坦诚。所以咱伫遮会当看见上帝的心意。但是人敢毋是安尼想咧？毋是。咱看见当因甲上帝对话内面，因完全无承认家己有罪，无祈求上帝赦免，无求上帝搁互因搁一届的机会。反倒因否认因的犯罪，并且将责任拢撒互上帝，会是你互我的夏娃叫我食的哦，是你创造的蛇引诱我的哦。咱看见这两个人完全无忏悔，这才是上大的问题。当我看上帝出声在叫人的时，我就在想，若迄当时这两个人承认因的错误，并且祈求上帝赦免的时，我相信结果会无共款。我相信这一切拢会改变，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本来就毋是为着要救助人，也是要处罚人。伊将人安置伫爱甸园，
是要互咱来享受伊的创造，是要互咱来享受甲伊面对面迄个会当做伙行的迄个关系。上帝嘛，毋是为着要试探人，甲去栽一丛禁止人食的即个果子树，伊是盼望咱会当透过听叹、透过顺服来得到搁较大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咱拢无完全，咱要继续的犯罪，但是感谢上帝，伊出声叫咱，互咱机会，所以咱爱会晓得来到上帝面前来祈求赦免。较毋是讲咱立起来，家己起一道围墙，想讲上帝，你安尼就找袂着我，你安尼就看袂着我。咱若无去祈求救赎，继续立伫即个墙的内面，罪不断会苦毒咱，安尼人生是要安怎有平安、有喜乐嘞？所以咱爱勇敢拍破隔离伫咱甲上帝中间的迄个墙，互家己一个机会，因为圣经有应允。咱若认家己的罪，上帝是真实公义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除咱拢总的不义。伫咱的身躯边，也是伫圣经的内面，有真侪人会当见证上帝的赦免，所以咱毋免怀疑。亲像大卫，因为伊肉体真弱，伊去抢伊将官的某，佮设计互即个将官死伫战场，哈尼大一个罪恶呢？但是，当伊知影伊犯罪，伊就来到上帝面前，求上帝赦免伊。咱看见上帝敢有甲伊讲条件？无，上帝是完全赦免。所以，咱爱掠条即个赦罪的机会，毋通亲像亚当甲夏娃，死不悔改，直到最后，互人赶出爱甸园。但是，伫上帝赶因出爱甸园的时，咱嘛会当看见上帝伫伊的处罚内面，竟然有遐尼大的怜悯。原本上帝是讲，因若食即个果子，就的确爱死。但是上帝无安尼呢？上帝无互因死，佮用动物的皮替因做衫，互因无伫迄个真寒冷的旷野来寒死。但是你讲上帝敢有审判？有，因为亚当活到930岁。嘛，着面对死，因为咱知影人本来是毋免死的，所以亚当会当活到930岁，这是上帝延长伊的审判。伊无马上互亚当夏娃死，是为着要实现伊互人类的应允。伫上帝创造人类了后，伊有对人讲，着生炭真多，充满伫地上来较赢伊。也着治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，以及地上所有震动的活物。上帝互人的任务就是啥？爱生炭真多，爱去管理即个地面。所以上帝为着伊家己所讲出去的话，伊忍耐延长，伊要互人类的审判。但是，即个审判什么时会来咧？当耶稣第二摆来，就是审判的时。但是你讲，哎呀，咱等到2023年啊，历代信徒等2000年啊，耶稣还袂来，是伊袂记哩啊吗？伫彼得后书3章第80到第90有讲，主看一日，亲像1000年；1000年，亲像一日。主无延长，伫所应允，亲像人有诶看做延长诶。主是安怎宽容恁，毋爱有人沉沦，是爱人拢反悔。耶稣无袂记你，伊要阁来，伊会来，但是伊还袂来，是因为伊盼望所有诶人拢会当听见福音，拢有机会会当悔改。但是咱真软弱，咱因为无一个真确定诶时间，咱嘛因为认为讲上帝伊会无限量来赦免我，所以有时阵咱会利用上帝怜悯，放纵家己，过上帝无欢喜的生活。当咱1摆、2摆无要紧，继续互家己陷落伫罪的陷阱的时，结局就是成做罪的路财。
伫雅各书第1章第14节到第15节，有安尼提醒：独逐人拄着试，拢是互家己私欲所迷所调。私欲已经怀孕，就生罪恶；罪恶已经生长，就生出死亡。伫遮看出一个公式：私欲会带出罪，罪会带来死。就是保罗所讲的，罪的工钱是死，并且这个死毋若是讲咱的肉体的死，这个死嘛是灵性的死。所以咱会当看见，伫即马真侪人，因互罪填盘。虽然因是活的，虽然因有吐气，因会当生活，但是因较活甲敢若无灵魂一样。所以伫末世时代，咱搁较需要警醒。咱拢知影，生活伫真寒所在的爱斯基摩人，因是安怎来打猎？因是用一种非常传统，但是非常有效率的方式，伫遐来抓野狼、野龙。因会伫即个一支真large的刀仔顶，伫遐抹火，抹动物的火。等即个火见重了后，佫抹第2层、第3层，安尼甲抹起哩。然后就将刀安尼来倒插伫即个雪地的顶面。这时有一群枵甲非常非常久，四界咧找食的野狼，因一闻到迄个火的味，就兴奋到走来挤即个雪块。因喙舌的温度将即个坚重的火渐渐挤甲拢无去，火的味。火迄个味，互因哪挤哪紧，但是因无感受，因无感觉讲，到底因是伫挤别个动物的火，也是伫挤家己的火，因为刀锋渐渐来走出来，所以遮个野狼就安尼死伫挤即个刀仔顶面的火的安尼下面。有当时因用安尼方法，毋若是掠着一只狼。有当时佫会当掠着几啊只的安尼野狼，因为当只野狼伫遐三更伫遐挤迄支刀仔顶面的火时，无注意，迄个血管就互刀仔来拄着。互只野狼失去性命是啥物？是因家己的贪恋。咱面对的时代是一个充满试探、引诱的时代，就亲像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甲咱讲的。恁的对敌是魔鬼，亲像好的狮四界行，伫找所通吞食的。靠家己只有软弱失败，但是当咱谦卑来到上帝面前，祈求伊，伊一定会想事开力，帮助咱来赢过各样的试探。所以伫即个大灾节期，恳求上帝用伊的话帮助咱。恳求圣神提醒咱罪的重要性、严重性，互咱省察家己的内心，谦卑认罪悔改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伫即个节期的内面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大声互阮看见家己的罪，大声互阮承认家己的罪，大声互阮知阮是真不足。软弱，佮充满罪的人，所以阮需要稳定。主恳求你来到阮的心中，成做阮内心的王，帮助阮，互阮知，阮无靠家己，阮靠你。恳求你伫阮的内面，成做阮的气力。当罪伫阮的门骹口要引诱阮的时，恳求圣神提醒阮，恳求圣神赏赐阮。会当有拒绝的气力，阮将阮家己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你伫这40天的节期内面，互阮会当安静心，互阮会当来操练阮的灵性，互阮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搁一摆来领受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